有一个信心啊，捌袂到阮同在。伊倾心教是阮，你所愿应阮学习。啊，明个时间放伫你的手中，互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后摆已经听到咱师会吼为即书念解你的经文吼，听起来应该是有关上帝的话传福音，甲人听到福音的反应吼。若讲到听到上帝的话的反应，伫四福音内面吼，有一个故事，耶稣捌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小朋友有没有印象？对比喻哦，那就跟那个有关系啊，跟上帝的话讲出去，人的反应有关系。哪一个比喻？小朋友，你有理我？撒种的比喻嘛。亚经济的比喻是安怎讲？讲上帝国那亲像一个农夫。做菜的人，早上去怎么样？撒种子。你看，我找到一个很漂亮的种子。这个种子撒去哪里？第一种亚去对土里哦。一开始要亚去土里哦。路边哦，马上有啥物会过来？哇，鸟啊！结果安那？可以啊。来伊个去亚经济撒种哦，亚经济就是撒种。第二个亚一堆，撒去哪里？主日学老师，你看他们都不回答我。撒去哪里？荆棘哦，怎么那么快？第二个以上，沙漠。碱土有没有？这切的土这切的土下骹是石头，即马落雨有水，伊就安怎拉芽就怎么样？生出来了有没有？可是呢，因为下骹是石头，它的根不稳，什么东西跑出来？根跑出来，是什么出来以后它就枯死了？太阳哇！为什么太阳那么下面？太阳出来了，它们就怎么样？死掉了。好了，第三个是什么？亚基堆。第三嘛是生出来，不过吼，生出来了，去互什么会炸掉？荆棘哦，你敢会晓讲国语？来，阿公阿嬷，荆棘安怎讲？刺皮，搁一只是啥鸡啊？是无？鸡啊？鸡啊！来，小朋友念一遍。鸡呀。好，我嘛去找着鸡呀，又怎么样？也死掉了。第四种亚米堆。好的土，伊生出来偌济？有50倍、60倍、100倍。记不记得刚刚有几个？一个好，耶稣伊家己嘛有解说这个比喻。伊讲这4款土，就是人的心，在面对上帝的话的时阵反应。第一款土是安怎？根本无听入去嘛，上帝的话入去，无听入去。我定来讲，正面耳孔入去，来倒面出去马上就去互撒旦安那抓去啊！这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你的性命拢无留下痕迹第二款是安怎？伊是亚伫浅土，下骹是石头。接受这个福音，心内安怎？做欢喜。毋过，伊正欢喜接受这个福音，伊是有了解这个福音无？
无了解，就那是咱听话吼，听话吼，有听到，无走去，啊，毋过无了解。等迄个太阳出来，一些困难吼，一些困境，伊一下伊安怎拍一个就挑伊啊。第三种图，哦，伊有生出来，伊有听到，伊嘛明白，啊，毋过伊马上叫啥？起啊！耶稣讲起啊，就是上帝世界遮个超凡，世界遮个应用，吼，啊，就甲炸起来。这哪亲像是啥物货？咱像咱人去听着道理，啊嘛是上帝话，啊嘛听有明白，啊毋过等咱活伫即个世界的时阵，咱较活会出来，活袂出来。哦，因为咱较看到即个世界的代志，所以上帝话有听到无？有听明白无？嘛有啊，嘛听明白啊。这第三种，听有对嘛听明白，啊，毋过有行出来无？无行出来，就叫试啊，甚至的东西。第四种是安怎？是好图，好图啥意思？有听到无？有听入去无？有听明白无？啊，搁安怎？啊，搁行做吼，搁行出来。这是耶稣最简单，其实吼，同款咧讲，咧记载讲上帝的话讲出去，啊，人来反应。耶稣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表达。啊，毋过今日保罗吼，要描写保罗，伊这是第二届的旅行团队，吼，伊去到一个所在，叫做比利亚，迄个所在吼。伫圣经内面，使徒行传内面甲短几60年，吼，无甲100。啊，毋过即个所在的人吼，真正通学乐，竟然吼圣经记一笔，记甲较好吼，写甲较好。伊讲遮个人啊嘛，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吼，较文明、较枵吼。咱的和合本写咸鱼吼，啊，即个啥物意思吼？就是嫌鱼吼。是讲，遮个人啊，开明，伊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吼，伊愿意去听无共款的教示。遮个人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吼是犹太人，吼，也是讲是犹太教的敬虔的人，就是接受犹太教文化信仰的人。听到保罗即摆要讲的，保罗所教示的，甲犹太教敢若差一个所在。差啥物所在？保罗正做基督徒，伊的教示甲犹太人咧信的差伫对。旧约有共款无？旧约共款，差伫对。差伫新约，啊新约是咧讲啥物？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哦耶稣基督的故事，伊的行做，伊的教示。犹太人听，大家拢爱，其实。最甲犹太人咧压迫保罗甲巴拿巴，啊，毋过伊讲遮个人吼，比利亚遮个人，你嘛，伊有一个开明的心，开放的心灵，他们听到不一样的教导，伊个反应是安怎？你知无？因讲吼，因甘心领受即个道吼，其实咱的台语翻得较好，咱的台语翻译讲啥？因注意咧受即个道理，就是讲吼，因听着即个道理吼，毋是凊彩听，伊有注意咧思考。哦，啊，即个甘心意思是啥物货？咱若去看其他的英文的翻译，有人翻这词做一心，啊，做甘愿，甘愿就甲咱和文化本共款，啊，做认真，哦，翻做认真就甲咱台语的共款，就是讲，遮个人做真足的，毋是凊彩。因听到无共款的教示的时阵，因足认真去思考即个教示。因这检验讲保罗讲的敢对，啊，毋过要安怎检验？伊讲伊安怎？天天查考圣经。各位兄弟，咱若伫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去传福音哦，拢是当时去传福音，互你用。天天吗？毋是，
伊拢讲保罗到啥物日子的时阵，会走去犹太人的会堂，啥物日？安息日啊，吼，安尼是几工？一工，吼。啊，毋过即个比利亚的人吼，伊安怎？因逐工呢，伊甲咱即马基督徒无共款哦。咱即马基督徒一礼拜看圣经看几届？咱当时会看圣经。做礼拜的时阵哦，较兴圣经，安尼一礼拜几届？伊讲无呢，我做一个礼拜兴8、9届呢。哦，毋是，伊讲遮个人伊安怎？逐工伊讲查考圣经，是为着啥物货？为着吼，要看遮个书可能有安尼也无？就是讲，伊用圣经的话去检验保罗的教示是对还是毋对。因为保罗教的是新的物件，哦，是使用遮新的物件。啊，不过遮个犹太人，因本来看是旧约尔，伊要对旧约的道理去检验保罗即摆咧讲的即个耶稣基督到底是真正假。遮个基督徒吼，我讲，遮个比利亚的遮个信徒，真正吼有逐日咱好好学习的所在。当因听到道理的时阵，因会摕啥物出来检验？圣经出来检验。各位兄弟，咱若无像法段因头前讲的，咱若无逐工查考圣经，即摆若有一个牧师徛伫恁面头前，甲你讲一个恁无听过的福音，恁无听过的道理，你要信还是毋信？你要安怎来决定？爱考察圣经嘛，对无？你着看圣经摕出来，啊，毋过你演过，你平常时拢无咧读，你即摆圣经摕出来，你要安怎考察？伊拢摕出来讲，无你家己听哦，看你讲的才有无？敢是安尼？是毋是？毋是。各位兄弟，遮个比利亚的信徒，遮犹太人，因面对圣经的态度，是甲逐日咱学习的。啊，因面对教士的态度。伊个心态嘛是真逐日咱来学习，吼。咱即个世代有侪人的教示哦，真正奇怪，甲咱平常时听着拢无啥共款。我毋是讲咱听无啥共款的物件，就表示迄是毋对的；咱毋捌听过，就表示迄是毋对的。毋是，我袂安尼讲较紧。我要讲的是，当咱若听着即款的教示，你感觉怪怪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法度？摕出咱的圣经，对圣经来检验即款的教示，有法度无？安尼，咱是啥物图？后摆耶稣讲迄4款图，咱倒一款图？哎，我莫看，家己是第4款图的举手，拢做歹势吼。咱是毋是迄款第1款图、第2款图、第3款图？咱对上帝的话的态度是啥物货？好，我们是怎么看待上帝的话？好，我们是怎么看待上帝的话？伊讲遮个人，比利亚遮个人，因对上帝的话有热心。注意哦，因无一定对保罗所讲的有热心。好，因是欢喜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去听这个新的物件。啊，毋过因上重要是安怎？因会转去查考圣经，去看圣经有安尼教示无。所以各位兄弟，咱教会有举办查经班，哦，啊，搁有即马平常时的主日礼拜了，搁有新年主日啊，毋是新年主日2，新年主日2，就是要望咱会当养成迄个。读圣经的习惯，每一工拢亲近上帝的话，咱会当每一工亲近上帝的话。任何人在教示有偏离上帝的旨意、偏离上帝的话，你一听，你就知影。哦，啊，亲像讲，好啊，细仔囝，伊咧卖茶，伊咧烘茶，逐工啉茶，即马啉着一个歹茶，伊安怎？毋免啉啦，偏着伊就无爱啉啊，对无？啊，毋过像我即种诶，嘛是甲啉了了，佫会讲，来佫一杯，吼，因为无迄个程度，
无逐工咧忙，无逐工咧亲近咧做伙。上帝话嘛是安尼，吼，咱需要逐工来查课，逐工认真来读遮个话，上帝个话，无咱真正无法度学得。各位兄姐，恁即摆有咧听我咧讲话无？有咧认真进前读圣经迄个基础，咧判断我咧讲话无？啊是讲我讲的就对。咱基督教的信徒绝对毋是安尼呢。咱基督教的信徒听道理是安怎听道理，你知无？拢安尼哦。一个白白个会晓。这个牧师咧讲的到底是安怎？对无？这是标准的基督教的信徒。这好呢，我毋是讲安尼无好，我介意即款的信徒，我较惊啥物信徒，你知无？我较惊迄种牧师伫咧管咧讲道理，下骹拢安尼。等吼，迄拢无咧思考，迄拢无咧想。当时若讲走蛇，讲走正去嘛，是拢随叫救。所以各位兄姐，你放心，你若听到讲当牧师咧讲的吼，你安讲？无合理啦，吼，伊咧讲的吼，无好，你着随时讲出来无要紧，吼，咱来甲我讨论，甲我指导。你毋通拢无咧听，也是讲听落你着接受，这是做危险的。比利亚的信徒无安尼，吼，这互圣经特别记一步，伊讲这个人赞，这个人好，好。所以讲大家讲各位讲，比利亚是多讲吼，这就是比利亚，这个是爱琴海。第二届保罗的传道伊就是用陆的吼，已经行到特罗亚，底下有看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会记无？有印象无？马其顿的意象，伊就走来，这是马其顿，这是马其顿，比利亚伫遮，马其顿就是即卖的巴尔干半岛最乱的迄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迄较是啦，好。比利亚了，咱今仔讲话，甲你的经文的前半部是比利亚，了你即摆去雅典，希腊雅典就到遮，哇，这下面看无啊吼。伊坐阵，保罗吼，伊去到倒位吼，伊去传福音，为遮吼去到倒位拢用讲啊，叫来叫去吼，叫压迫。即摆伊来到遮，虽然即个所在的人做认真读圣经，犹太人嘛是对来，还是要甲别因，所以伊就紧走，要走去雅典。即摆下面下半段就讲到雅典的故事啊。保罗来到雅典，同款，伊嘛是去会堂，那去会堂是啥人来传福音？犹太人甲一寡敬虔的人，就是讲伊是外邦人，叫伊进犹太教。若安尼的话是拜鬼、拜六，若要讲较准的，就是为拜五下晡到拜六的下晡，就会当去犹太人会堂。不只是安尼，伊到雅典雅典什么所在？神像希腊雅典文化上悬的所在。来讲几个哲学家，我听看觅。亚里士多德，再来，苏格拉底，还有啥？柏拉图嘛，凊彩嘛，咱讲三个对无？四个就讲袂出来，三个所以伊不只是伊会堂去犹太人敬虔的人传福音，伊佫讲伊逐日，我摕怎呢？逐日伫街仔路，遐拄着的人，伊嘛甲传福音。第三种就是安怎？是的，莫看这个。第三种就是讲伊甲这两款的人传福音，这就是以古罗就是咱课本翻作1比9鲁。那个翻译的较准啊，好，1比9鲁。另外一个是什么？斯多亚。大概讲一下1比9鲁学派的是注重享乐。伊个认为说上帝做创造世界迄个神明，甲咱是真毋是无关系啦。所以
即摆在世界的生活，你着爱享受，来幸福，来平安就好啊。吼，以比求如学派，斯多亚学派啊，较简单来讲，就是较刻苦的，吼，就是讲，伊嘛是认为即个上帝甲你无关系，真唔真唔，啊，毋过你要刻苦锻炼你的灵魂，吼。好，保罗吼，你注意看哦，伊说无用的哦，还叫你上当的犹太人，他讲逐工拢到迄个野路市场啦，哦，人济的所在啦，电影院啦，去甲所有拄着的人啊，传福音，啊，搁走去遮，互你着遮啥所在？遮个哲学家拢伫对。你若要讲今仔日是要走去对？走去大学，对无？走去校园内面传福音，哦，有无会无？真厉害！啊，毋过你哪知影保罗是安尼走去雅典？伊是走路，哦，他是走路，就是这种比较无雅典本来毋是传福音的计划内面，就是讲，保罗这个基督徒吼，伊连走路的时阵嘛咧创啥？嘛咧传福音嘛。啊，伊的传福音哦，毋是干那要某一款人传福音，伊去甲伊看着讲雅典人竟然遐尼济偶像，遐尼济偶像，伊就去安怎开始传福音，各阶层、各个不同的民族、阶层，伊拢去。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知影，你要甲无共款的人传福音。你得有无共款的才华，你得有无共款的迄个气质，啥意思无？要像保罗安尼，真正是无容易。哦，啊，毋过伊敢有去考虑遐济？无，伊的心做着去。哦，伊甲遮个犹太人吼，讲上有名的一句话，伊讲啥？讲伫雅典。毋是犹太人，希腊人。伫雅典的遮个所在吼，有各种无共款的新民，甲台湾共款啦。吼，台湾这个神对无？台湾连树仔石头嘛是神对无？吼，所以这个无共款的新民，无共款的庙，伊嘛是安尼。啊，毋过吼，保罗去注意着，讲有一站，有一尊神明。伊无做偶像，干那做一个啥？一个台啊，啊，迄个台啊空空，啊顶面写一个名词，讲即个名，即个神明的名叫做啥？白目的神，哦，即个雅典人真正是古锥吼，真正趣味。伊讲吼，伫因的心内，因知影有一个神，因安怎暗捌的，吼，因拜遮济。啊嘛，无爱拜到底，哦，就是讲迄个毋捌的，我嘛要安怎，我嘛要拜。保罗足聪明，伊就掠了即个观念，伊讲，迄个你也袂捌的，迄个神明是啥？上帝，伊是上大尊、上大神的神，哦，是上帝。所以保罗就一直甲用即个角度甲切入去，甲伊传福音。啊，毋过虽然保罗足聪明，咱今日经文无读到遐吼，讲结果遮个人有是无？无吼，嘛是安尼，甲伊评论，吼，啊，而且有讲着一句话，讲吼，遮个希腊人吼，其实无咧第一咧讲啥，因是干那安那八卦一下就好啊，欢喜八卦一下就好。我今日特别要经即段经文，要甲各位兄弟咱做一个提醒。希腊人伫雅典看希腊人应该。知识水准之高，因个文化之好，因信的之济，看的咱讲之快。啊，毋过当伊去面对上帝的话的时阵，因是安怎？凊彩啊，听咧吼，会当八卦一下就好了，无去认真去思考。啊，拄讲迄个比利亚是一个小所在，咱会当安尼讲。
雅典若是台北，比利亚就是可能台东的深山内的一个村安尼尔。吼，伊住伫遐的小村落的人，因的财目会足悬袂？因的眼光会足宽袂？袂。啊，毋过因比台北人阁有开阔的心，会去注意啥货？注意修改，吼，会去注意认真去面对上帝的话。甲即摆一模一样啊！咱住伫天龙国的人，吼，咱看遮济，听遮济，财目遮悬，啊，毋过咱敢真正有甲上帝的话当作是宝贝？各位兄弟有无？无人要插我。你嘛应一个讲有，有哦，真正的哦。啊，你拜五暗时啊，10点半来呢，哈哈哈，你上当。好，不只是拜五10点半吼，咱拜三暗时啊祈祷会，拜五10点半吼。啊，即马若双大开学了后，拜二下晡的10点半，啊拜四开始啊祈祷会，拢不忙，咱兄弟拢来。哦，我虽然讲咱的祈祷会是祈祷会，咱祈祷会嘛有半点钟伫查考圣经哦，吼，所以咱所有的基础拢是伫上帝话顶面。各位兄弟，咱要用啥物款的心态来面对上帝的话？教会要安怎互为即个世界分辨出来？你讲啊，基督徒吼，有人讲啊，基督徒拢做安怎？你捌听过人安怎讲？拢做啥物？你若毋讲要讲啊？一般人拢讲基督徒拢安怎？啊，你基督徒拢做父母？毋是嘛？人拢讲基督徒安怎？啊，你基督徒拢安怎？做啥物？做有听心的，吼，你拢无信心，拢无迄个自信，你捌毋捌听过啊？各位兄弟，人安怎讲基督徒啦？咱社会一般人安怎讲基督徒？啊，说恁基督徒拢做安怎？真好。拢食饭会祈祷。恁到底是听着安怎啦？做啥？这一项毋着讲几项，我听到咩啊？恁听过啥物货嘛？说啊，恁基督徒拢做当生。恁到底是听着啥啦？哦，排他，较拢讲歹的啦，排他信人家。来后壁兄弟，咱拢听着啥物？拢啊，基督徒拢做啥物？哦，真快乐，啊，搁有安怎？真平安，搁讲咧讲咧，只有疼心哦。各位兄弟，毋是基督徒的人，敢会真快乐？嘛是会啊。啊，毋是基督徒的人，敢会有疼心？有啊。即摆实际的更较有疼心对无？哦，啊，毋是基督徒的人，敢会有平安？有啊。咱甲因差伫对？咱有啥？哦，真正假？哦，咱有上帝的话啦，咱的疼心，咱的平安，咱的喜乐，对来，对上帝的话来。对甲上帝建立关系来，这是咱唯一甲世界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咱所信的，咱所徛起咱生命的基础是建立伫对上帝的话，哦，因为这是上帝的话，甲上帝的性情，这是真最教会上重要的基础。各位兄弟，毋通轻看上帝的话，亲像迄个比利亚迄个所在，遐犹太人，因愿意逐工安怎查考上帝的话，因无用阮迄个走精的教士，迄个奇怪的教士走入面的中间，因会当判断，因为因逐工查考上帝。伫今仔日，咱高田教会要庆祝几档？54周年。吼，54周年。
的日子，我真正伫遮要来提起，要来呼吁。教会若要徛起伫即个所在，真正对即个所在有影响，互即个所在的人有利益，要诚做水的见证。上帝的话，千万唔通失落。上帝的话，千万就爱轻好调。无，莫讲54档，104档了后，可能咱教会犹原是教会，啊，毋过变做慈济古亭教会安尼。安尼，你莫笑，咱若无上帝的话，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啦，是毋是？啊，咱是慈济古亭教会的时阵，咱犹原嘛是有疼心啊，犹原嘛是做喜乐的啊，犹原嘛是有平安啊，是毋是？是毋是啊？安尼后尾毋是叫你兄弟姐妹，后尾叫你道亲是无？安怎讲？师兄师姐哦，哇，哎。各位听者，搁一摆，咱甲上帝的话，咱注意斟酌来把握。哦，这是咱教会徛在基础，同心来祈祷。至圣阿爸免上帝，这是你所留互阮的至宝贵，就是你的话，常常甲阮伫。你所想事的圣性，甲你所想事你的话，你的道理。诚做阮每一个人活在即个世界所通挖去，阮的快乐的来源，阮的性命的源源。为着安尼，阮真正欢喜来感谢你。望唔望，阮所有兄弟姊妹伫圣性的帮助下面，阮会当日日来亲近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明白话语不只是安尼，我要行出阮所明白你的话语，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一部分。阮做袂到，要求你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